今日我哋收到一封聽眾嘅來信，佢用文字直接表達自己嘅心情，而家讀俾大家聽。呢一個係咪一個夢？定只係一個夢？夢係乜嘢？夢想到底係乜嘢？係遙不可及，定係隨手可得？一直以嚟，我心入邊都有一句說話，不斷提醒我，亦都喚醒我。It's not a dream, it's a will。我唔想做一個冇夢想嘅人，因為內心空虛嘅感覺好恐怖，好似行屍走肉咁，冇一個依靠。但係實現夢想亦都有好多困難，有人會無視我，有人會踐踏我，令我冇晒信心，冇晒希望，冇一個反擊嘅機會。當風雨天時，迷茫嘅分岔路口，往往徘徊喺我身邊，阻礙我嘅抉擇。儘管我唔知邊一條路先係啱，但我選擇相信自己，因為雨後彩虹，失去後擁有嘅可能更多。朝住夢想出發，因為我就係我，呢個係我嘅路，最鍾意嘅事情，亦都係我自己嘅夢想。我最喜愛嘅事，亦都係我自己嘅夢想。聽眾不明，我。